我自細咧就跟啲細叔伯去晨運行山，咁慢慢咧就培養咗我喜歡行山呢個習慣。到而家咧都超過半個世紀㗎啦。香港嘅郊野山景咧，真係非常之靚嘅，而且咧仲好多樣性嘅，真係百看不厭。但係咧喺美麗嘅環境之下咧，其實咧都隱藏住一啲危機嘅。自從沙士之後咧，就多咗好多香港人咧鍾意行山啊！本來係一件好事嚟嘅，但係咧，如果佢意識唔係咁好嘅時候咧，香港嘅郊野山景咧就遺留咗好多垃圾，包括有煙頭啦、紙巾啦、膠樽啦、鋁罐啦，同埋啲食物包裝啊等等。咁我哋愛護山景嘅人咧就好唔抵得嘅，於是乎咧就幾個朋友咧就自己去執垃圾，但係人少咧個力量咧就唔夠，於是乎就諗起不如組織一個社團去號召更多人一齊參與呢件事。於是咧就喺2016年咧就成立咗呢個清徑先鋒。呢10年以嚟咧，我哋由最初嘅10幾人發展到而家咧，超過有600個會員，亦都有超過50個專業嘅隊長。而成員當中咧，年紀最大嘅咧係已經有77歲。成員咧就嚟自唔同嘅階層啦，有在職嘅人啦，有退休嘅人，亦都有好多嘅公務員啊，或者專業人士等等。清徑先鋒咧已經發展成為香港其中一個最大型嘅清理郊野山徑嘅義工團體啦。咁多年以嚟咧，清徑先鋒都係靠啲義工們咧去出心出力，甚至乎出錢咧去經營嘅。咁喺2021年咧，我哋有幸咧就得到香港義務工作發展局頒發咗第9屆嘅傑出義工團隊獎，咁亦都算係得到社會各界嘅認同啦。我咧係透過一位我好朋友加入呢清徑先鋒嘅，咁我同佢咧都好中意大自然啦，咁我就想為呢個大自然出分力，咁就加入清徑先鋒，一齊行山就一齊執垃圾咁樣咯。本身我哋有自發上山去清徑啦，咁就之後嘅話，我哋就認識咗清徑先鋒啦。咁我哋聯同翻清徑先鋒，咁就同埋客人，咁就一齊去上山清徑。每次上山咧，我哋都會先計劃好路線，然之後咧會帶齊所需嘅用具，然之後先上山清徑嘅。咁樣山上執到嘅垃圾咧，我哋就唔會將佢擺喺山上面嘅垃圾桶嘅，因為咁樣一嚟咧，啲動物咧可能會將啲垃圾咧插到周圍都係㗎啦。咁所以咧，我哋會將啲垃圾帶翻晒落山，直接去到一啲大型嘅垃圾桶，又或者一啲垃圾收集站咧，我哋先至會將佢棄置嘅。至於嗰啲可以回收嘅物品咧，我哋就會將佢收集起嚟，就送去綠在區。清徑活動咧，由最早期嘅大概每個月1次，到而家咧，我哋已經咧每個星期咧有2次嘅活動。如果再加埋同其他機構合作嘅活動咧，可能一個星期咧有3、4次嘅活動咁多嘅。咁而成立到依家咧，總共嘅清徑次數咧已經超過1300次，所執到嘅垃圾量咧係超過24噸。為咗提高清徑活動嘅專業同埋安全咧，我哋設計咗一個隊長預備課程，咁俾一啲有責任心嘅先鋒咧去參加，希望佢哋可以成為隊長之後咧就幫手帶隊嘅。咁呢個課程內容咧，亦都包括有一啲嘅郊野嘅知識啦，一啲郊區嘅守則啦，同埋一啲安全嘅意識，亦都有一啲急救嘅訓練嘅知識。同時咧，我哋亦都會教佢哋點樣設計路線同埋安全去帶一隊人去行山。咁有咗呢班專業嘅隊長咧，我哋嘅清徑活動咧就會更多同埋更專業啦。
點解會想成為清徑先鋒嘅隊長？因為咁本身我係 Patagonia 嘅員工啦，咁 Patagonia 同呢個清徑先鋒有做呢個長期嘅活動嘅，咁我都有出席過幾次呢個活動。咁我諗住如果譬如可能我上咗呢個清徑先鋒嘅堂啦，咁可以即係學習翻一啲常識，譬如佢都會有一啲急救啊，即係如果發生啲事件需要點樣處理啊，咁有陣時同客人出去呢個活動嗰陣時都可以帶俾佢哋覺得有安全感。最難忘嘅一次就係有一次我哋喺長洲沙灘嗰度做清灘嘅行動，咁我哋30幾個人居然可以清到50幾包嘅垃圾，我哋仲要行一條頗長嘅樓梯咁樣搬上去嘅，大家都好同心協力咁去做呢一樣嘢，亦都冇完成之後咧都冇計過點辛苦嘅，仲係好高興咁，大家好似玩緊個遊戲咁，大家喺度嘻哈咁去做嘅。令我最感動同印象深刻嘅咧，就係呢差唔多10年以來咧，我哋由幾個人一路到而家有幾百嘅會員，令我發覺咧，香港真係有好多唔計較愛護大自然嘅朋友，佢哋唔單止出心出力，仲有陣時咧出埋錢去營運我哋呢個義工嘅團體，呢個咧令我好感動。我諗而家到呢個時候，好多人都認識我哋清徑先鋒係做緊啲乜嘢嘅。咁有啲行山人士，我哋喺度執垃圾嘅時候，佢都俾個 like 我哋，咁係代表咩咧？佢都認同呢樣嘢。其實喺我心目中咧，每次嘅清徑活動咧，都唔係淨係影響咗我哋清理咗嗰段山徑咁簡單，而係咧可能會影響到其他嘅行山客，甚至乎一啲嘅文化。有啲朋友咧會停低用手機咧拍攝我哋，然之後咧分享俾佢嘅朋友。咁有啲咧就會問下我哋點樣先可以參加我哋清徑先鋒啊咁樣。咁甚至有啲朋友咧好好嘅，佢會幫我哋咧將我哋嘅部分垃圾咧幫手搬落山。呢啲都係改變嘅開始。其實我哋目標咧有短期、中期、長期嘅。咁短期目標咧，我哋就係召集更多嘅人一齊去進行清徑嘅活動啦。呢個目標咧，我哋就達到咗啦。咁中期嘅目標咧，就係我哋除咗我哋自己清徑先鋒之外咧，我想將我哋嘅理念同埋行動咧向外推廣。咁呢個情況咧，我哋正在進行中，亦都開始有一啲嘅成效。咁我哋終極嘅目標咧，當然係唔需要再有清徑活動。香港嘅人嘅保護意識係提高咗，我哋就淨係享受大自然嘅樂趣，唔需要清徑。自己垃圾自己帶走嘅理念，我覺得係應該由小朋友開始啦。咁所以我哋都會聯同即係好多啲小朋友一齊去參加清徑，去感染身邊人。我覺得熱愛戶外運動嘅人嘅話，其實佢哋係鍾意戶外嘅風景。咁如果喺呢啲咁嘅戶外嘅風景裏邊充滿住垃圾嘅話，其實你都會覺得好唔開心。咁當你清潔咗環境，保持住個風景嘅美麗嘅話，咁你就可以繼續欣賞落去。我哋嘅目標好簡單，就係用我哋嘅雙手去守護香港嘅山徑。